有时候提到传统的客家菜，大家会觉得是又油又咸。不过呢，我们要带您到新竹北埔这家餐厅，老板娘彭美容大胆挑战传统，把客家菜还有日本的怀石料理做了完美的结合，走精致清淡的路线，摆盘都很讲究，选用各种新鲜的花材来陪衬，每一道菜都很像艺术品。隐身在新竹北埔这家餐厅，走的是庭院风格。打开门，映入眼帘的美景，像是一座小森林，让人迫不及待探访。客家话“烙”就是逛的意思，绕不是绕，是烙印的烙。眼前这一位忙着跟客人寒暄介绍的是餐厅老板娘彭美容。11年前从美容业转行进入餐饮业。你要求任何一个环节你都要注意到。彭美容半路出家学餐饮，没有老师，没有课本，全靠自己对美学的经验去摸索。那大概个性的关系你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人生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平凡的客家料理看起来比较像是配角，花草摆盘抢尽风头，走的是精致路线，这叫做客家怀石料理。彭美容把日式料理结合客家菜，摆脱油腻粗糙的口感。到怀石这一个部分，真的是一种挑战那时候真的这个3年当中，尤其我们要推出前半年到3个月，这个当中真的，天啊，晚上都没办法睡。为了试菜，整夜没睡。人家出国旅游，他是去日本学煮菜。那我去到那边，我第一个动作我就先拍照，拍，然后分解了以后就写笔记，笔记写了以后，我不是写原食材，我是直接把套用我的客家的元素。光是一个摆盘就让彭美容想了许久。说她爱挑剔也好，很龟毛也罢，多亏要求完美的个性，客家怀石料理才能成型。瞧，这咸猪肉是客家传统菜色，裹着米饭成了握寿司。应该是热乎乎的擂茶，经过彭美容的创意，变成擂茶冻，增添风味。其实我觉得失不失败对我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挫折啦。幸好彭美容没有放弃，餐饮独树一格，在客家历史写下传奇。对美的坚持，重组客家美食好滋味。半路出家的挫败，用客家应景对抗；11年的食材钻研，用客家毅力呈现。客家怀石料理上桌，品尝感动时刻。